来继续来看这个行政院的数位发展部，最近是全力咧推动着台湾分市集，希望透过线顶订餐的系统，协助传统的老店数位转型。数位部长唐凤佮亲身到老店头去点面线来验收成果。但是哪里个立委拢出面甲修理，讲即摆上欠的，敢是用网络来点物件？ 当然唔是啊！即摆上界要紧的是要针对着网络的诈骗，针对着治安的问题积极来追查。就参面家己民进党的立委就甲警体讲，这个上的唔绕，无咧上的绕甲老血。 天气冷，食一碗烧好好的面线糊，除了现场排队，线顶点餐速度愈紧。好快！数位部长唐凤进前亲身去传统老店叫食的，店家使用的就是数位部开发的分市集，说好哪料拢伫咧改革。数位部家己在身边，开大钱做政府办的挂上平台。再一次的对政府浪费公帑的那种倾向不满之外，也会对我们的治安产生疑虑。现在真正最缺的是网络点东西来吃吗？当然不是啊！是否可以针对数位诈骗这一块，上位不爱白啦吼，不会上位白到老灰。民进党立委高嘉瑜嘛批评诈骗事件直直咧拖，数位部搁直咧点面线。时代力量立委邱显智嘛直咧老的出提醒，户政资料泄露到单53天，当时要全民一个交代咧。我们是推动台湾云市集，是各行各业的数位转型，大概37000多家，包含 iMessage， 我们也恢复跟苹果的畅通的沟通管道，这个都有在处理的。强调防诈骗拢伫咧做，不过面对后疫情时代，传统店家爱数位转型，采用分市集线顶叫食，会当省敲电话时间，比来有帮助数位转型，包括排班、POS 机和客户关系管理，拢会当伫咧线顶做处理。因想的对大家拢真帮赞，不过数位部进前才因变坐要200多亿预算，引起争议。即马人民特别说，敢会用到所在，毛大家拢斟酌伫咧检视。